天一起表演他的职业一路走来这些专业4点多了呢，还有表演，内容丰富啊。从1点半快到4点半。然后有学生还有下班时间，都受到还有什么风大热嘛？有很多。我们他们为大家带来演出，但是我还没说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有跟我说，连他们今天的舞马解说我也要为大家介绍哦。今天他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泰巴兰戏曲乐舞。对房价来说，妈妈是太阳，照到之路的词，灵性是房价很重要的细节。对于这样一个细节性的女子先除了方式感恩的日子，一个是看自己男性为主题，各种人的身体也是专属的优饶，女性通常是在最后一天才会加入热血和欢庆，这个在女性来说呢，就是说热情欢迎大哈会热舞戏曲。哦，好的。嘿呦啊，嘿呦！
不要令性，不要说他们打的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到现在，我一直以为他是阿美荣耀包换他的朋友，来给他掌声鼓励。文化传承，
表现的非常好。同时我发现到一点就是，他连笑声我都以为是阿美族。你看，再给他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忘记，我不小心发现我手里有文秀，你在里面对不对？好了，配球不是过少也小文秀了。这个是台东市。